我是有一寡代志，想要当面甲你讲尔。什么代志？细明，咱会当搁再相逢，实在是真万幸。想当时，咱两个人相依爱，同甘蜜甜。可惜恁爸母反对，咱两个才会行到分开的地步，实在是真遗憾。也毋过，我永远都无法度忘记咱甜蜜的感情。淑琪啊，我早就忏悔，当年我无好好对待你，干那会晓甲你饲一个囡仔，唔才会互你食遐尼济苦楚，实在对你真不忠。也毋过今后无共款，咱会当创造真好的未来啊！细明，每一个人若是认真打拼，拢有法度创造真好的未来。真可惜，当初时我就是意气用事，才会注定咱两个分开的命运。算了，以后你也是你，我也是我。淑琪啊，敢讲我错误一摆，你就永远唔相信我的真情？细明，我真珍惜你对我的真情，也毋过你想看觅。秀华今仔日会行到这么凄惨的地步，你嘛爱负责任呢。伊以后的日子会真艰苦，你是伊的翁婿，伊上该需要就是你的支持甲鼓励。你千万唔通辜负伊，你知无？我拜托你。淑琪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要来找一个头路。重新过我的生活，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淑琪啊，你就是这么善良，这么坚强，唔这更加使人感心，使人怀念。细明，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请你来保重。你嘛同款。妈，我阿母有找你无？已经离开啊！离开啊！伊是哪不爱见我？伊是哪无讲无答就离开我？我有伫讲，甲伊见过面，也毋过伊并无提起你。敢讲我阿母又搁不爱我这个囝？你是伊的心肝囝，伊哪有可能无爱你？爱甲上亲、上疼，毋是用嘴就有法度表达出来。你想看觅，恁阿母若是甲你见面，伊要哪有法度离开这个所在？我相信恁阿母要离开的时阵，伊的心肝一定亲像刀仔咧割同款。遐尔痛苦，然后我嘛叫恁阿母，请伊留落来陪咱爸仔囝。也毋过，伊要行伊的路，咱爸仔囝应该爱尊重伊，祝福伊，祝福伊平安幸福。妈，妈。爸。
将批制成一只纸鹤，是要祝福你，祝福你的身体，就敢若鸟仔同款，愈飞愈悬。阿姨嘛祝福你，快乐平安。阿母，你啥连一句话都无讲，就你离开我。阿母，两个兄弟已经来伫外面等。恁准心敢会有罪？有罪无罪呢？看法官安怎认定啦。妈，爸，准心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不管做什么代志是对是唔对，你家己勇敢去承担。知影啦，我真只是刁钻尔。就算我有做我真轻，你免烦恼啦。上界遗憾的，就是我的律师这条可能会吊销，对咱家的名声会无好。妈，请你原谅我。真心，无论安怎，只要你肯改过，你永远是阿母的心肝镜。多谢你，我来去。真心，真心，真心。好，无需要想伤心。拢想拢无，遐尔巧的囡仔，哪会行到这款地步？人会讲，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咱做父母的，爱负真大责任。爸，你找我呀？亮亮，爸爸找你吼，是有赶紧的代志要甲你讲。是啥物代志？恁听到阿爸吼，伫美国手术真顺利啦。我即摆吼要赶紧来去一逝，一方面吼，我要观察伊复原的情形啦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我顺便要请教一寡医学教授，请教因一寡医学的问题。爸，啊你看阮听到阿爸，伊敢有可能完全恢复健康？我看美国迄边的病院寄来资料判断，伊有80%复原的机会。伊的病若医好吼，我会亲身陪倒转。爸，啊敢有啥物代志需要我斗骹手的无？病院的代志我拢安排好势啊。唯一我袂放心的，就是恁秀霞妈妈。明了，你若有闲吼，每一礼拜拢爱去甲面会，好好照顾伊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时间无早，我要来去。爸，啊无我送你来机场。好啊。阿爸，阿爸，美女哦，你等下。对啊。你开安尼？阿爸，敢有啥唔对？那大唔对咯。你结婚半年啊呢，咱的阿生过就放弃啊，你巴肚拢还无相信咯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阮绝对会你赶紧抱金孙啦。阿爸，阮是讲要接你来台北住，好啊有效率嘞。无咯，恁少年人去打拼啦，我一世人甲阿做伙啦。天啊，
我看阿爸这世人哦，注定就是甲阿斗阵。向南飞。老先生哦，哈，恭喜恭喜！嘿，你案件咱赢啦。刑事部分你用判无罪以外，对方哦，你民事部分还阁赔你240万呢。哈哈，慢咧讲，慢咧讲，我是你的律师，我责任就是拍赢官司啊。嘿，对，啊，对，即摆即件案件哦，全部拢结束啦。哈哈，恭喜恭喜！啊，慢咧讲，慢咧讲，啊，多谢，好。唉，哦，真无简单，即件案件才拍赢。哇，我会使好好休困一下。袂用的啦，徐律师，你看，这两间事务所，搁接遮尔侪案件着。啊，搁遮侪件哦。哎哟，安尼我就袂当休困啊咧。无法度啊，谁讲你遮尔熬，大家拢相做要请你啊。我无闲是无要紧啦，啊，毋过这几工哦，是阮某准备要生产的时间啊。我是讲安尼好好休困者，通啊陪伊咧。唉。喂，徐律师事务所你好，啊，你稍等，徐律师你电话。哦，徐明良，挺难哦，要生哦，好，我这个是等你哦，等我。徐律师，爱要对。我冇要生啊，啦，我要做老兵咧，我要做老兵。哎，徐律师，我这案件嘞。我冇要生啦，这案件等我某生出再去讲吼，我冇要生啦。哎，徐律师，等下啦，啊，你会讲书吗？来。多谢你，律师，我冇要生啊，我要做老兵啦，我要做老兵。紧进来。歹势，你应该哦。有啦，我袂放心，阮某家己坐入来，我要陪伊啊。免，啊你是律师啊，毋是医生啊，你电话你去要创啥？你放心啦。平安。平良，俊生是你啊？恭喜你，你免烦恼啦，庆南生产一定真顺遂啦。多谢你啦。对了，俊生，听讲你爸爸拨予你的事业哦，你甲经营甲真好，可见你无做律师，嘛是同款足有发挥的啊。讲真实的，失去律师的资格吼，受淡薄仔遗憾啦。要毋过我伫管理病院这段期间，嘛有真侪新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人生是一间学校啦，人的一生吼，拢是伫学习啦。毋管讲你是一个律师，还是一个病院的经营者，甚至讲是一个流浪汉，还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，拢有伊的人生观啦。只要会当真正体悟伊的意义，我想人生拢是充实的。俊生，我听你讲这话，我感觉你的个性、甲你的想法拢变难的。哈，人吼，逐工拢嘛是伫改变。对啦，啊，庆南要生啊，你敢有通知添到爸啊，甲喜姊嘛？啊，我紧张一下煞袂记啦。吼，阮丈妈讲哦，庆南若生一定要来甲做回来啦。歹势，我即来敲电话吼。啊，是的啊。我是。你是经理的秘书对吧？恁公司我真无生意，既然要来甲我讲生意，啥啦？恁经理唔家己来，派一个秘书来创啥？经理甲秘书只是一个称呼尔嘛，只要哦，若有能力，讲代志拢会当讲到重点，派啥人来，毋是拢共款嘞。妈当诶，你应该是还袂结婚吼？啊，会当互妈当会遮尔少念的，应该是你上爱的人。你讲这话一点仔都无像是要讲代志的秘书，你敢袂出私家侦探的？自从我入门了后，我嘛无讲我是秘书，嘛无讲我是侦探啊。安尼你是？我是英丽公司的公关经理，我叫做郑丽丽，这是我的秘书，请你多多指教。你就是要来甲我讲代志的经理？妈当的，恁查甫人吼，
一向拢无甲查某人囥在眼内。相公经理都一定爱是查甫的，相公讲代志哦，都一定要查甫人出面的。哼，这就真心实啊嘿。也毋过你也知影呢，要讲生理是无分时间甲地点。你这个肯定你家己，敢讲你真是拢会当应付？会用的啊，看你是要去咖啡厅，还是 club， 还是酒店。好，有欺骗。也毋过，今日我想要另外换一种讲生理的所在，我想你就唔敢去。自从我出社会了，也无唔敢去的所在。你讲啊，你免管要去倒啦，只要你敢跟我去，这个合约就是你的。你讲的哦。嗯。妈当的。田经理，你哪穿安尼啦？穿安尼较轻松自然啊。妈当的，你把先出去洗一下。经理，你不是来这款所在呀？无啦，那我是头一摆来，为着公司，啊嘛是你特别安排，那我唔才会来。经理，你甲衫穿穿的啦，我看咱若是来别个所在讲合约啦。袂用的啦。啥种袂用一啦？是你讲的啊，你指定的所在，阮若敢来，你就会将平日后壁的工程交予阮做。妈当的，你是当当的妈当的呢，你讲话是爱算话哦。好啦，算我吼，无应该带你来这款所在啦。你紧甲衫换换啦，咱还是来俱乐部吼，讲合约较适合。啥物咧较适合？我看啊，你是想讲咱伫遮讲代志，会互人讲闲话，对无？对啦对啦，算你讲了对啦。田经理，咱吼来外口讲合约啦。那我不爱离开遮。啊，无你来我遮是要创啥啦？我现在没留踮遮咧，妈当诶，是你带我来遮的呢。假使你若无甲合约签好我都不爱离开遮。而且要甲别人讲，妈当是一个无受信用的人，妈当是一个无受信用的人，妈当是一个无受信用的人。好啊啦，你莫搁这样啊啦，我还要签好你啦。多谢你，互你足辛苦的。哪会甲我说多谢啦？啊，生囡仔本来就是咱两个人的代志啊。就是咱两个代志，也毋过你家己一个承担生囡仔的痛苦，我唔知感谢你。啊，你有去看囡仔无？老师甲我讲，伊足想我的，啊，毋过我感觉伊较想你。安尼讲起来，有生你嘛有生我，安尼好，安尼哦，以后摆大汉都袂轻阮啊。啊，你也袂去甲看？啊袂啊。我敢若烦恼你尔，你若平安哦，随时要看囡仔拢有啊。我拄则有交代护士，拜托伊等下抱囡仔来互咱看啦。谢谢是阿囡仔来哦。多谢你哦。我啉再来泡吼。好。囡仔，这就是咱的囝啦，这就是咱的囝啦。阿爸甲阿母若是看，伊会足欢喜。囡仔，本来阿母哦讲是要拼起来啦，啊伊就讲哦，你算头一梯啦。一定要好好甲你补，啊，就讲咱遐装卡药啊，较顺啦。以后串串就随便起来啊。困干的，你看，哎呦！